哈馬斯咧首先咧就住美國提出關於結束加沙衝突20點計劃啊，特朗普個20點計劃，咁啊哈馬斯做出咗回應嘅。咁回應之後咧，以色列方面咧喺當地時間4號嘅清晨咧就表示係立即咧會實施20點計劃嘅第一階段嘅計劃咁講。咁首先咧第一個，以色列總理辦公室喺4號嘅清晨咧就發表一個聲明，就話就哈馬斯嘅回應咧，以色列係準備立即實施特朗普提出嘅停火方案之中嘅第一階段嘅計劃，以便咧係以方嘅被扣押嘅人質咧可以立即得到釋放。呢個以色列總理辦公室嘅聲明咧，亦都講到將會依據同特朗普願景一致嘅以方既定嘅原則，繼續咧就同特朗普同埋佢嘅團隊全力合作，即係全力配合特朗普團隊去結束加沙地帶嘅衝突。咁呢個咧係總理辦公室出嚟嘅聲明咧，就係差唔多係完全同美國合作嘅。以色列嘅軍方咧亦都發表咗聲明，呢個第二個就話咧應呢個政治層面嘅指示，因為佢係軍隊嚟噶嘛，但係政治層面嘅指示佢哋咧已經下令咧係準備實施特朗普提出嘅停火方案之中嘅第一階段嘅計劃。咁即係軍隊咧亦都係聽嘅指示咧照做。咁根據 BBC 嘅報導咧，由於特朗普提出嘅停火方案咧一共有20條內容咁多嘅，呢個計劃有20點嘅。咁目前咧佢冇講明咧邊啲先至係佢所講嘅第一階段嘅計劃，究竟即係20條裏邊嘅內容咧，佢會做邊一啲嘢？咁而家大家咧都係未知冇好清楚，冇講到明邊啲係屬於第一階段嘅。咁特朗普咧喺9月29號咧，首先第一個就係點樣嚟嘅咧？9月29號就同內塔尼亞胡喺白宮會面之後咧，就宣布以色列咧係接受咗美方為結束呢一個加沙衝突提出嘅20點計劃。即係29號講嘅時候咧，已經講到明咧，呢個係以方已經接受咗個方案，跟住佢先掟俾哈馬斯咧去做決定，同埋呢個係一個最後通牒嚟嘅。咁根據白宮嘅文件咧，20點計劃咧係要求哈馬斯喺以色列公開接受呢個計劃之後，要去72小時之內咧要釋放所有被扣押人員嘅。咩叫做公開接受該計劃咧？嗱，如果以色列而家咁樣講咧，可能已經係達到呢個條件噶咯，佢會全力配合接受呢個方案啊嘛。即係話咧，無論係以色列總理辦公室同埋以色列軍方咧，已經可以話係公開接受呢一個計劃嘅。咁如果接受呢個計劃20點計劃嘅話咧，理論上咧，根據呢個計劃要求咧，就喺72小時之內咧，哈馬斯咧應該要釋放所有被扣押嘅以色列人員。根據呢一個20點方案咧，當呢啲人員無論生死係全部獲釋之後咧，跟住做嘢啦，以方要做嘢啦，以方就應該要允許國際人道主義嘅援助咧進入加沙啦，就應該咧放咗人之後咧，你就要俾國際人道主義嘅咧就入加沙去救命啊、救啲人啊、物資啊等等噶啦。咁加沙咧亦都會喺國際嘅監督之下，由一個所謂技術專家委員會去做呢個臨時過渡嘅管理，去接管加沙呢個地方。咁加沙咧會啟動非軍事化程序，即係將來咧唔會有軍隊噶啦。哈馬斯咧要全部繳械，而且係不得參與加沙將來嘅治理。咁以色列咧，但係嗱呢啲係全部係20點內容。以色列咧喺加沙咧係會設有緩衝區，緩衝區意思即係咧仍然係保留以色列嘅軍隊度，由以色列軍隊控制嘅，有啲所謂緩衝區。但係咧就有講到咧分階段撤軍，嗱呢個就係20點嘅內容就係咁做嘅。咁如果而家咁講法咧，係咪已經啟動咗？以色列已經啟動咗係接受呢個方案。理論上72小時咧，哈馬斯要放人。如果啲人全部放咗之後咧，又到以方又要做嘢啦，就開始咧就要容許國際嘅人道主義嘅物資啊等等人咧就入去加沙咁樣嘅。但係咧當然咧，亦都未必咁順利嘅，因為有啲地方係有疑點，比如話呢個20點計劃咧係冇設定明確同埋係有約束力嘅以色列全面撤軍嘅時間表。嗱呢個咧當時我第一提出咧，我當時都批評過嘅。即係任佢講嘅時間，你唔切都得噶嘛。佢認為適合嘅時間，咁咧就冇有約束力咧。究竟幾時以色列咧係會真係喺完全咧喺加沙撤軍？咁其中咧有一啲譬如話要完全撤軍要
繳納晒所有哈馬斯武器咧，呢啲談判咧本來喺以往咧多次嘅談判裏邊咧，都係俾哈馬斯拒絕咗嘅。以前啊，咁但係咧今次咧好似咧而家哈馬斯咧係要接受嘅，係接受嘅，基本原則上接受咗嘅。咁就特朗普咧此前，特朗普要求以色列方面咧係立即停止轟炸加沙嘅言論，因為話咧如果哈馬斯接受嘅話咧，特朗普係呼籲以色列咧，喂，即刻要停止轟炸嘅。但係咧，今次頭先我讀嗰兩個聲明咧，就包括第一個就係以色列總理辦公室嘅聲明啦，第二個以色列軍方嘅聲明啦，對於立即停止轟炸加沙呢個言論咧，係隻字未提嘅，冇應承到㗎嚇。好啦，但係我哋唔可以喺呢啲地方咧，即係咧挑剔佢太多嘅呢一方面啦。譬如話幾時撤軍啊？因為如果咁搞法咧，就可能即係個方向咧係啱，但係你就傾唔成啦，少少嘢。所以咧，大家喺某個程度上咧，我認為咧係互相咧，即係要有啲側側膊，有啲容忍嘅空間。如果你讓一寸不步咧，不讓嘅時候咧，就變咗可能就傾唔到嘅。咁而家但係個方向咧，似乎咧係有機會停到火同埋結束呢個戰爭嘅。咁大家應該就向呢個方向咧，我認為就大佬救咗命先，停咗火先，嚟慢慢先至先算。咁以色列政府同埋軍方咧被扣，即係嗰啲佢亦都要放人噶嘛。即係第一，哈馬斯就放翻嗰啲以色列被扣押人員啦。咁但係以色列亦都係捉咗好多囚犯噶嘛，所謂哈馬斯嘅囚犯啊，捉咗好多人噶嘛。咁佢講到亦都會係放有好大一部分嗰啲人噶嘛。咁但係咧釋放呢一啲俾以色列捉住咗嗰啲哈馬斯人員咧，嗰個時間表亦都冇講嘅，冇講到幾時放嘅。但係嗱，我覺得你唔使斟酌咁多啊，即係總之你停咗火先。咁咧哈馬斯咧喺當地時間3號晚咧就發表個聲明話，佢其實咧係原則上同意喺20點計劃嘅交換框架之下咧釋放所有以色列被扣押人員同埋遺體嘅。如果佢咁做咧，咁個波就踢翻俾以色列㗎啦。即係你係咪即係遵守美國係咪係咪有即係遵守咧？至少你停咗火俾人哋入去先咧等等嘅嘢咧，我哋睇到即係如果哈馬斯肯放翻晒啲人質或者繳械嘅時候咧，個波就踢翻俾咧以色列同埋特朗普身上啦。咁但係哈馬斯已經講明咧係願意立即通過調解方進行談判，就討論實施嘅細節，即係個框架咧，成個大框架咧20點計劃咧，哈馬斯以此時此地咧係接納嘅。咁咧跟住細節咧就當然再傾啦，唔係一下子咧，仲有啲細節嘅地方。咁咧即係呢個咧應該係一個好嘅方向嚟嘅。咁而家以色列咧第一個出嚟嘅，亦都係接受嘅。咁咧大家就係傾。咁如果呢個中間嘅摩擦能夠傾得掂嘅時候咧，係有望傾得成咧，係可以結束呢個衝突嘅。咁對此咧呢件事咧，即係雙方咁嘅表態之後咧，特朗普喺社交媒體咧就話咧，佢相信哈馬斯咧而家已經準備好咧實現持久和平。跟住佢呼籲以色列咧係要立即停止對加沙嘅轟炸嘅，唔可以再炸嘅。咁樣咧就以便咧，佢係講得好好聽啦，就係因為你唔再炸，就令到咧以色列被扣押嘅人員咧可以迅速咁樣獲釋。呢個係最主要其中一個首要目的啊嘛，救翻以色列啲人質先咁樣。咁呢個咧就係叫佢喂，你唔好再炸啦，即係唔好節外生枝啦咁樣。咁路透社咧就援引喺加沙城裏邊加沙地帶裏邊一個加沙城居民咧嗰啲消息，佢就報導翻當地嗰啲情況。咁就於呢個特朗普咧呼籲以方停止轟炸之後咧，咁路透社就話咧，佢援引就話咧，以色列軍隊咧就住呢件事咧，以色列嘅軍隊嘅坦克咧，亦都有炮擊，係有打出到炮咧去襲擊一條主要嘅幹道嘅。就算特朗普呼籲咗之後咧，但係以色列嘅坦克仍然有開炮。但係咧，我自己睇翻蘇花到現在為止咧，今朝咧都冇再轟炸喎，真係即係冇再轟炸到去加沙嘅地方嘅。咁即係咧，基本上咧，可能會一兩炮啊呢啲之咁樣，但係咧大體上咧，以色列咧係叫做守咗嗰個諾言嘅，即係喺個基本上咧係冇再轟炸呢個加沙地帶嘅暫時。咁自從咧美方提出特朗普啦提出呢個20點計劃內容曝光之後咧，加沙啲人咧就可能啲居民咧就好急切知道個情勢究竟嘅發展係點，究竟係咪真嘅咧？係咪真係可以停到火咧？咁樣咁 BBC 記者咧收到咧嚟自加沙有幾百條嘅信息，好多加沙嘅居民咧就 send 啲信息去問 BBC 美國，即係呢個我冇所謂，究竟係咪真係咪真係停火啊？咁樣係咪真係結束咗戰爭啊？即係話呢個發緊夢啊？咁當然好多當地居民好關心呢件事啦，係嘛？係佢哋生命嚟噶嘛嗰啲，咁當然咧就不斷咁問緊 BBC。
卡塔爾和事佬，卡塔爾嘅外交部發言人咧安薩利喺4號咧就話，卡塔爾係歡迎哈馬斯咧對20點計劃嘅回應。咁安薩利就話咧，卡塔爾咧已經開始同埃及呢啲咁嘅調解方，佢哋都係和事佬啊，就合作，就同美國咧就協調，繼續咧就實現加沙和平嘅計劃咧係展開討論，以確保咧為呢個結束呢個戰爭鋪平道路咁講。咁卡塔爾歡迎同埋進一步做嘢。咁其他啲國家包括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加拿大、土耳其等等好多國家咧嘅領導人，亦都對哈馬斯嘅回應20點計劃咧係表示歡迎。正常都歡迎嘅，係嘛？即係公唔公正、公唔公平，後一步先講，係嘛？救咗命先，保住個有生力量先，至少人唔使不斷咁樣死先啦，係嘛？咁咧應該大家都係歡迎嘅，即係停咗呢一個戰事衝突。咁聯合國秘書長咧古特雷斯咧，亦都係呼籲咧各方要把握呢個機會，結束加沙呢個悲劇性嘅衝突，係啦，要把握呢個機會，因為咧可能以色列好多鷹派佢唔想停嘅。佢搏你唔得咧，跟住佢再打落去，根本因為佢喺戰場上贏緊啊嘛，我哋睇唔到任何力量出嚟對抗以色列啊嘛，喺中東呢個地區，咁所以根本任佢砌啊。咁有啲咧可能我懷疑有啲以色列鷹派係想借啲藉口咧，話你遲福啊咩係繼續打嘅，殺晒佢為止嘅。咁所以咧而家個形勢咁咧，我都認為咧係把握一個機會咧，停咗火先講。不過停咗火之後咧，即係有嘢你一停咗火，咁大家坐低慢慢咧，有啲咩咧，慢慢先再傾，慢慢先再爭取。譬如話點樣立國啊，點都唔係表示永遠唔可以做嘅，即係慢慢再講。咁而家最新咧，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咧最新嘅表態咧就係話咧，最新嘅表態內塔尼亞胡就希望咧喺未來幾日能夠宣布所有被扣押人員係歸還翻嚟。以色列咧已經係佢話咧，而家以色列正係處於一個重大成果嘅前夕。但係目前咧，仲未最終咧敲定相關嘅安排啦，仲未決定具體點做嚇。希望冇變數啦嚇，因為內塔尼亞胡都未必一個話得晒事嘅。內塔尼亞胡就話咧，佢已經指示由戰略事務部長叫德默咧去率領一個談判團體，就團隊咧就去埃及就呢個技術細節，即係大家安排細節咧進行最後嘅磋商。而家係要求咧談判係限制咧喺幾日裏邊完成，即係意思即係話咧磋商你唔好拖傾成年㗎，咁佢就係有個條件嘅，要傾細節咧係一定嘅期限裏邊就要傾完㗎啦，就唔可以拖落去咁樣。咁我哋就希望咧喺依家咁嘅階段咧，即係哈馬斯應該都盡量應該把握機會嘅，即係保咗個生命先係啊，即係因為亦都好多人民嘅生命即係唔可以咁樣消失啊嘛。咁咧即係應該咧就係大家都希望係結束咗呢個衝突先至講。咁下一個話題咧就講完全講啲唔同嘅嘢啦，就講翻一啲咧學術性嘅研究嘅東西。咁近期咧有多項咧全世界嘅高校啊，即係啲大學啦，我哋叫做好多國內叫做高校咧嘅排名，紛紛咧就出爐，好多好中意排啲大學嗰啲先後次序啊，邊個威啲啊，邊個渣啲咁樣，就嗰啲排名咧就紛紛出爐。咁而家有啲專家咧發得值得注意嘅係咧，呢個清華大學咧。喺呢一啲排名之中咧，近來係脫穎而出，特別咧喺邊一科咧，就喺計算機呢個科學領域裏邊咧，已經咧係成為咗咧世界頂級嘅機構喎。而家清華大學甚至係領先最勁嘅機構都唔頂喎，即係好多排名裏邊咧，又喺呢個計算機科學咧，清華係排第一嘅喎。原來根據南華早報10月3號咧嘅報導咧就指出，一直以嚟咧美國嘅大學喺全球嘅計算機領域啊，我唔講其他，就係講計算機領域咧。以前都係美國嗰啲大學咧係佔據主導嘅地位嘅，但係而家嘅情況咧，原來已經係發生咗變化，唔係發生變，係發生咗啊！因為 past tense 已經係出現咗變化嘅啦，已經竟然發現係出現咗改變。清華大學咧喺多項全球高校排名嘅計算機科學榜單裏邊咧係取得好嘅成績。從大家好熟悉，如果成日跟大學咧，有一個叫做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 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呢個好出名嘅排名嚟嘅咧。從呢一個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到大家好熟嘅 CS Rankings 呢啲榜單裏邊咧，清華大學咧都係遙遙領先，特別喺計算機科學裏邊。今年咧正正就係清華大學咧係第一次成為第一領跑
喺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嘅排名，關於呢個計算機行業。咁據介紹咧，據南華早報介紹咧，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咧，其實係一個咩嘅咧？呢個好耐歷史，而家深受咧大家公眾啊、政策制定者，即係嗰啲學術界或者做嘢企業界咧，都係信賴嘅一個排名嚟嘅。咁而喺呢個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咧，最新嘅計算機科學榜單裏邊咧，前10名，佢排咗前10名啊，10個最 top 嘅計算機，前10個機構裏邊咧，有6間係嚟自中國嘅。咁其中咧，清華係排第一啦，北京大學同埋浙江大學咧分別係排第3同埋第4。咁清華大學咧係第一次喺呢一個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嘅計算機科學嘅領域咧，係攞到咧係第1名。咁呢個就係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啦。咁另外一個好著名嘅 ranking 叫做 CS Rankings 嘅排名點咧？咁呢個 CS Ranking 咧同美國新聞就有啲唔同嘅，佢會做一啲加權嘅。CS Rankings 咧係根據咧嗰啲教師教授喺啲人工智能啊、計算機系統啊、理論同埋啲跨學科嘅研究裏邊，佢有啲行內嘅頂級會議嘅 publication 嘅呢個出版物啊，學術就係計啲出版物嘅，同埋對佢對呢啲咁嘅出版物同埋對呢啲咁嘅出席嘅機構咧進行一個咧係根據佢自己嘅排，佢有一啲加權嘅，即係做一啲加權上去嘅 CS Rating。咁一直咧被研究界認為咧係嚴格學術化，而且歷史上咧呢個 CS Ranking 都係以美國為中心嘅排名嚟嘅，即係咧以前咧 CS Ranking 成日都係以美國為中心，排名嘅成日都係美國排先嘅。但係咧佢喺學術上咧係以嚴格出名嘅，即係一個好受公眾個信力嘅喺學術界嘅排名系統嚟嘅 CS Rankings。咁喺最新 CS Ranking 嘅計算機科學嘅榜單裏邊咧，清華大學咧又超越咗長期嘅冠軍啊，長期嘅領跑者，長期領軍喺計算機科學邊間咧？就係美國嘅卡內基梅隆大學，不嬲咧成日都係排第一嘅。今年咧清華就超過咗卡內基梅隆咧，就成為第1名喺 CS Rankings。呢個電腦計算機裏邊咧，呢個領域咧佢排第1。咁跟住咧，唔單止係呢個清華喎，跟住上海就係呢個上海嘅交通大學、浙江大學同埋香港嘅科技大學咧，分別係攞到第3、第4同埋第5喎。即係香港科技大學咧排第5喎，浙江大學排第4喎。跟住北京大學同埋中國科學院咧，亦都喺前10名裏邊。咁即係意思咧，如果你數一數頭先我講咧，有6間大學嘅，即係包括埋香港科技大學，即係話喺 CS Ranking 嘅頭10裏邊，計算機科學裏邊咧，亞洲高校嘅數量咧已經係超過咗美國嘅高校。喺計算機科學領域榜單裏邊咧，前10名咧，中國嘅高校包括咗香港嘅科技大學啊，係前10咧係佔6名，霸咗6名嘅前10名裏面頭6名，第1都係中國嘅清華大學。咁南華早報認為咧，呢個凸顯咗咧亞洲喺計算機科學嘅領域咧嘅實力咧日益增強啦，即係撳唔住啦。喺唔同嘅世界好歷史悠久嘅排名機構裏邊咧，都排到好前，甚至排第1，甚至頭10咧佔咗60%，都係中國嘅大學。咁另外咧，除咗呢啲頭先啲傳統排名之外咧，喺另外啲專門學術性嘅清華大學咧，亦都領跑咗喺第1咧，就一個叫咩？SCImago 嘅一個機構 SCIMAGO SCImago，大家上網睇一睇嘅呢個 SCImago 機構咧嘅計算機嘅科學排名咧，又俾清華大學攞第1喎。咁呢個 SCImago咧，佢淨係咩？純粹學術嘅，佢僅僅咧係基於咧，佢係排咩？就係喺全球最大嘅學術數據庫，但係做學者應該知道叫做 Scopus 啊，Scopus，淨係計呢個全學術數據庫裏面咧，係淨係計學術咧，咩都唔睇嘅，整出嚟就叫 SCImago 個機構。淨係喺呢度喺呢個Scopus 嘅專利計啲專利同埋出版物嚟排名嘅。咁喺呢一個SCImago 嘅排名裏邊咧，中國嗰個科研機構咧，亦都係咧佔據咗咧前10名。佢佔據咗幾多咧？頭先嗰啲係排有10間，你咪有6間都係中國啊嘛。頭先嘅個 ranking， 但係要根據純學術，即係呢個 SCImago 嗰個排名咧，頭10間最 top 嘅研究機構喺呢個電機計算機科學裏邊咧，頭10間嘅咧都係全部都係中國大陸嘅都係中國，咪可能就係中國，包括可能科技大學啦，都頭10間都係中國嘅嘅機構或者大學咧，係佔據咗頭10間霸晒。咁第11係邊個咧？
第11咧就係美國嘅史丹福大學排第11，跟住咧1、2、3、4、5、6、7、8、9、10咧全部係中國嘅學術機構。報道講到咧，美國咧曾經係被譽為現代計算機科學嘅發源地或者係先鋒嚟嘅。最早咧計算機科學咧係美國開始嘅，呢個咧美國係主導咗咧第一台電子計算機去到互聯網嘅創建咧都係美國嘅機構嚟嘅。由第一部電腦去到咧 Internet 都係咧美國一路創新嘅。其中麻省理工學院咧、史丹福大學咧、卡內基梅隆大學咧、Berkeley 即係加州大學嘅柏克萊分校啦，呢啲咧最出名嘅頂尖大學咧，根本上咧就係成個嗰啲科技電腦計算機都係頭先講幾間大學咧，即係由佢哋咧係推動或者整出嚟嘅，甚至咧嗰啲標準咧都係由呢幾間大學嘅學咧係設定出嚟嘅。而且咧呢幾間咁嘅大學頭先講嘅史丹福啊、卡內基梅隆啊、麻省理工啊，培養咗有幾代嘅科學家同埋工程師嘅。咁喺呢個基礎上咧，由呢幾間美國嘅頂尖大學咧培養出嚟，根本上呢啲嘅科學家本身咧就係構建咗而家我哋成日講嘅 Silicon Valley 美國嘅矽谷，同埋全球嘅科技產業咧，你可以追溯到咧去呢幾間喺矽谷，跟住再追溯到咧幾代培養呢啲科學家同埋工程師咧，都係頭先我講幾間大學。以前南華早報咧就話咧，清華大學呢啲中國嘅大學嘅崛起，就同中國政府多年嚟嘅投資，同中國蓬勃發展嘅科技行業咧密不可分。目前清華大學咧已經係佔據咗人工智能同埋計算機系統領域嘅領先位置，世界排第一嘅，好可能喺人工智能同埋計算系統咧，好可能係清華大學。報道同時話咧，根據頭先講嘅 CS Rankings。美國大學啊，嗱呢個係頭先講都係中國點樣掘上嚟啦。但係咧 CS Rankings 唔係淨係排啲嘢噶嘛。根據 CS Ranking 一個即係排得即係好有reputation 一個排名機構咧 ，CS Ranking 咧唔係淨係計嗰啲頭先我講嗰啲學術咧。佢美國佢係根據呢個 Rankings 咧，美國嘅大學啊，但係咧喺一啲特別嘅地方，譬如話算法、計算嘅複雜性同埋密碼學呢啲核心領域咧，仍然係處於領先嘅地位。即係頭先我講係計算機啊，可能係 general 啲嘅，但係去到啲最頂尖嘅一啲，譬如話複雜嘅計算同埋密碼學呢啲咧，而家咧根據 CS Rankings 嘅排名咧，美國嘅大學咧仍然係處於領先嘅。呢個意味着咧，美國喺計算機科學嘅傳統優勢咧，並未完全消失嘅。即係喺成個 ranking general 嚟講，計算機咧就中國嗰啲機構排晒上嚟，但係去到某啲 specific 嘅地方，喺算法或者係我都唔係好識啦，咩叫算法，同埋喺密碼學呢啲咧，即係叫做最頂尖領先位咧，美國仲係領先嘅。咁另外咧，近年嚟中國咧各個高校或者大學咧同埋機構咧研究嘅產出個數量 publication 係好多嘅，即係好多嘅產出，有好多嘅發明啊、專利啊同埋刊物啦，出咗研究啦。但係咧，根據呢啲個排名機構咧，喺全球學術嘅聲譽總嘅嚟講咧，仍然係落後緊美西方嘅一啲傳統大學嘅。即係總嘅嚟講咧，喺即係成個嚟講咧，都仲係美西方嗰啲著名嘅大學咧，可能嘅排名咧係高過中國嗰啲高校同埋大學嘅。即係暫時即係唔係淨係計電機咧，即係總嘅嚟講，或者去啲最尖東嘅總嘅嚟講咧。唔係話完全咧，美西方嘅大學咧係完全冇晒優勢，唔係嘅。不過南華早報咧就指出，雖然係咁，即係唔係全部輸晒美國西方，但係一般咧，而家大家嘅估計就係咧，如果中國嘅大學持續一路開放、開源嘅生態系統係繼續開源嘅，一路交流嘅，同國際嘅合作一路增加，同埋繼續咧中國國內嘅人才發展咧係一路咁樣積累實力咧。跟住好多專家估計咧，喺未來5年之內，將會喺 CS Rankings 裏邊咧前10之中咧佔據咧中國會佔據到一半嘅席位。咁講，即係咧進一步咧再喺各方面咧再去提升，就係中國高校咧嗰個領導力咧係會越嚟越高咁樣。咁呢個咧就係最新我睇到南華早報一個咁嘅報導，同大家分享下。
大家好，巴士的報除咗響 YouTube 有視頻之外，響另一個平台石樓台都有視頻睇㗎。石樓台有好多獨家內容，例如係財經類別，有陸羽人金融 High Tea 同埋上風嘅投資攻略。製作內容需要投入好多嘅資源，希望你都支持巴士的報，訂閱石樓台。有你嘅支持，我哋先至可以繼續製作更多嘅節目。多謝大家。